好新闻要来讲，这警察真正是老百姓的义母。新北市三峡一个小男童发烧，目睭倒掉，用要袂喘气。本地家长想讲要家己送病院，但是惊去耽误到救命时间，就冲到派出所央请警察帮忙开路。结果伫警察的帮忙下，5分钟就赶到病院，囡仔嘛平安，家长非常的感恩。谁放着？走，关门。你要给他心脏按摩一下。紧急坐起的警车，车顶是坐一对家长，因为伊的囡仔全身拢硬食，目睭阁倒掉，感觉有生命危险。原本家长希望警车帮忙开路，最后警员直接予因坐顺路车，一路送到病院。时间等于到前几分钟，因安尼真紧张、真惊吓，走去派出所讨救兵，因为囡仔发烧，担心家己送会耽误救援的时间。满周岁的女儿发高烧啊，引起呼吸道可能发炎还是怎样子生命命在旦夕啊。事发伫8月12日暗时10点09分，伫警车帮忙一路开，警示灯也有响警报器，5分钟就赶到病院啊。经过病院急救了后，总算平安无代志。这对家长嘛非常感谢警方的帮忙，因为有警员快速救援，因的囡仔才会当及时赶到病院治疗。